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Lisa的台语教室，我是 Lisa。今日咱要来教的是星期 week 的台语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想要先甲大家报告一下，Lisa 频道的会员制度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斗支持一下，多谢。娃娃 TV 星期 week 伫台语内底叫做礼拜，伫台语内底无人会讲星期的哦，拢是讲礼拜。好，安尼大家敢知影 Monday 到 Sunday 的台语要安怎讲 ？Monday 叫做礼拜一 ，Tuesday 叫做礼拜二 ，Wednesday 叫做礼拜三 ，Thursday 叫做礼拜四 ，Friday 叫做礼拜五 ，Saturday 叫做礼拜六 ，Sunday 叫做礼拜日。毋过普通时咧，大家袂讲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，拢是甲伊简化讲拜一。拜二、拜三、拜四、拜五、拜六、礼拜，最后一个爱较注意的哦。礼拜日咧，毋是讲拜日咯，是爱讲礼拜。即摆伫台湾有足侪少年囡仔咧，拢讲拜日，这是毋对的哈。拜日咧，是因为少年人家己台语袂认同家己发明的新台语，这是毋对的哈。台语内底咧无拜日，礼拜日正确的讲法咧是礼拜。安尼可能就有人会问啊，咦，礼拜敢毋是咧讲一礼拜7天的周期？那会礼拜日嘛是礼拜咧？安尼要安怎分别咧？礼拜是一礼拜7天的周期，无毋对啦。毋过礼拜咧嘛是礼拜日，因为较早咱无一礼拜7天这种观念，这是为西方国家传过来的。礼拜日咧是基督教做礼拜的日子，所以伫台语内底礼拜日嘛会当讲是礼拜。啊，这两种礼拜是要安怎分别咧？其实咧，这爱为伊的话句内底去看。咱先来看小剧场。哇，放假！对啊，我这礼拜拢无代志。你有啥物计划无？哦，我嘛无代志啊。安尼，咱这礼拜约一个时间做伙出去佚佗。好啊，无咱约这礼拜时做伙出去佚佗。礼拜可能袂使哦，我要去参加阮表兄的婚礼。后礼拜的礼拜敢袂使？好啊，安尼咱就约后礼拜的礼拜。若是你问别人，还是别人问你，你这礼拜有代志无？敢有啥物计划？大部分95%咧，拢是咧问你，你这礼拜无一定是7天啦，可能2天至7天，非得就是这规礼拜内底，亲像我小剧场内底讲的，我这礼拜拢无代志，意思就是咧讲咧，我这规礼拜拢无代志啦。后一句是，咱这礼拜约一个时间做伙出去佚佗。在内底礼拜咧，嘛是规礼拜的意思，就是讲吼，咱这7天内咧约一个时间做伙出去佚佗。因为讲约一个时间咧，就代表还未开始约时间嘛，所以有规礼拜的扣打。啊，若是这句是咧讲礼拜日，安尼毋就代表已经有约时间啦，这伫这句内底袂通啦。所以这句咧毋是咧讲礼拜日，是咧讲一礼拜7天的礼拜。啊，后一句咧是另外一个人讲，无，咱用这礼拜4做伙出去佚佗。这句内底礼拜咧，就是咧讲礼拜日的礼拜啊，因为伊已经要约时间啊，所以一定要讲出一个建议的日子。这个建议的日子咧，就是礼拜日，所以这句内底礼拜咧，就是礼拜日的礼拜啊。唔知影大家敢有发现，我伫遮讲的咧是礼拜时哦，时咧是时阵，礼拜的时阵加一个时咧，基本上就是咧讲这个日子的时阵。好，其实这个时咧，毋若干那会当用伫礼拜日尔哦，其他的咧嘛拢会当用。亲像你拜一时去邮局寄批，除了礼拜日以外啦，其他的无一定爱加时，大家嘛袂补毋着意思。亲像较大迄句，你拜一时去邮局寄批，就会当讲你拜一去邮局寄批，这两句是共款的意思。好，安尼后一句咧是礼拜可能袂使哦。这句咧，因为头前迄句已经定出一个时间啊，所以这句咧嘛是礼拜日的意思。爱刷落来一句咧是后礼拜的礼拜敢袂使，这句应该着解清楚啊。已经甲你讲是后礼拜啊，啊后礼拜共款爱定出一个时间嘛，啊这个时间咧就是礼拜，所以这个礼拜咧是礼拜日的礼拜。大部分若是要单独讲礼拜日迄天咧，毋是直接讲礼拜日，就是加一个时，讲礼拜时，无就是讲礼拜的礼拜。大家听我讲煞，敢有感觉头昏昏脑顿顿啊？有无嘛无要紧啦，
若是你咧甲人对话，毋知影对方是咧讲对一个礼拜，其实加问几句啊，问清楚就好啊。好，虽然一礼拜7天的周期咧，咱是讲礼拜，毋过若是有人咧问，今仔日是拜一、拜二、拜三、拜四、拜五、拜六，还是礼拜的时阵咧，咱是来讲今仔日拜几，毋是讲今仔日礼拜几哦。其实讲今仔日礼拜几，可能嘛是听有啦，毋过就是感觉怪怪，无人会安尼讲啦。可能嘛是有啦，毋过阮兜无安尼讲就是啊啦。好，最后咧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大家帮我解决一下，就是台语的数字内底咧有2种读音，一种咧是白音，另外一种咧是文音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是白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是文音。伫咧礼拜内底，拜一甲拜二用的是文音。拜三、拜四、拜五、拜六，上怎用的煞是白音咧？这是我在做这个影片的时阵发现的问题。我伫网络顶悬四界拢找无答案。若是有人知影为虾米，麻烦来甲我解说明一下。我嘛想要吸收更较侪台语的知识。好，安尼今日的影片就到这。我是 Lisa， 你若是有介意我的影片的话咧，麻烦记帮我起赞，搁来分享出去。要订阅的观众朋友咧，嘛要记帮我起只订阅咧，记得拍开边的小铃铛，安尼才能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Lisa 要甲大家报告一下，Lisa 的会员制度嘛开始啊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起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